对于所有正在观看这个视频的朋友们呀，希望你们能够用心的记住当下这个意义非凡的时刻呀。要知道，我们此刻正在亲眼目睹一段在能源发展历史长河之中前所未有的、堪称奇迹般的历程呢。中国呀，当下正在逐步迈向一个极具标志性的阶段，那就是成为全世界范围内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电力之国。这里所说的电力之国，可不是随便说说而已啊，绝不是那种为了博人眼球的夸张之词，也并非是出于某种目的而进行的宣传手段哦，它实实在在就是一个已经在全球范围内被大家公认的，在不知不觉间悄然形成的客观现实呢。回首2025年这一年呀，整个世界都陷入了对于能源问题的深深焦虑之中呢。放眼望去，各个国家都面临着诸多能源方面的困扰，能源短缺的阴霾笼罩在许多地方的上空呀。然而就在这一片大家都深陷其中的焦虑与混乱的大环境之下呀，却有一个国家显得格外与众不同了。这个国家呀，就是咱们中国。在中国没有出现那种令人心烦意乱的停电状况，也不存在限制用电的情况，更没有出现电价像脱缰的野马一般飞涨的糟糕局面。而且呀，中国甚至还在向周边的诸多国家源源不断的出口电力呢，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事儿啊！就拿中国的年发电量来说吧，它首次突破了10万亿千瓦时这么一个庞大的数字呀。这10万亿千瓦时，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10万亿度电呢。这个发电量意味着什么呢？它相当于全球足足有1/4人口全年的总用电量呀。这一数据足以彰显出中国电力的雄厚实力了呢。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呀，在中国清洁能源在整个能源结构中所占的比重正在一年又一年稳步的增加哦。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碳排放量，却在当其他的一些国家还在那里纠结犹豫，拿不定主意是否要重新启动煤电项目的时候呀，咱们中国却已经在大胆的进行人造太阳这样极具前瞻性和探索性的试验了呢。不妨来做一个真实而客观的对比评价吧。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呀，大多都还仅仅停留在如何去发电的这个层面上，而中国呢，已经站在了一个更高的维度，开始精心的规划整个能量的使用秩序喽。中国可不单单只是构建起了一套完善的能源系统呀，更是在此基础上构建起了属于电力文明的操作系统呢。或许乍一听起来呀，这些说法好像有点抽象，不太好理解呢。不过没关系啊，咱们不妨一起来看看下面这些实实在在、具体可感的事实情况吧。先来说说发电规模这一块呀，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发电规模呢，其装机总量达到了34亿千瓦，这么一个惊人的数字呀。这个数字可是美国装机总量的1.8倍之多，由此可见差距是相当明显的。再看看电网系统吧，中国拥有全球最长的电网系统哦。中国特高压输电线路的长度已经超过了5.3万公里呢，这几乎等同于全球除中国之外其他所有国家特高压输电线路长度的总和呀。这足以体现出中国在电网建设方面的强大实力和巨大成就了呢。还有呀，中国的能源结构那也是全球最多元化的呢，像水电、风电、光伏、核电、生物质、能发电以及煤电等等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发电方式呀，在中国全都处于正常运营的状态哦。他们就像是一个配合默契的团队一样，共同为中国的电力供应贡献着力量呢。另外呀，中国还具备全球最智能的电力调度系统哦，这个系统可厉害了呀！哪怕是要跨越长达3000公里的距离，它也能够在短短3秒钟的时间内就迅速完成异地供电的切换工作呢。这样高效智能的调度系统在全球那可是独一无二的呀。而且啊，中国还是全球唯一的一个拥有能源输出外交能力的国家呢。就拿现在来说吧，中国正在向越南、缅甸、老挝、哈萨克斯坦等诸多国家稳定地出口电力呢。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中国电力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以及优势地位啊。所以啊，如今在中国，电力够不够用的问题，早就已经不再是大家需要去担忧的问题了。中国当下正在思考的是一个更为深层次、更具前瞻性的问题呢，那就是我们要如何巧妙地运用电力来引领整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朝着更好的方向去发展呢？就好比高速公路对于汽车行驶的重要性一样呀，又或者说，就像数据中心对于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支撑作用一般呢。咱们仔细想一想呀，在我们如今的日常生活当中呀，几乎所有的关键领域，
不管是工业制造环节，还是数字通讯领域，亦或是城市的正常运行，甚至包括航天发射、医疗设备的正常运转、网络服务器的稳定工作，还有电动车的日常出行等等，所有的这一切呀，全部都离不开电力的支持呢。而且所需要的还必须是那种稳定高效、持续不间断供应的电力哦。一旦电力供应出现问题，那这些领域的正常运转可就要受到严重影响了呀。要知道呀，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如果想要大力发展人工智能模型，想要去搞量子计算，又或者想要建设智能工厂，甚至是去推广电动车的广泛使用呀，最根本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呢？那就是这个国家必须得拥有强大的电力作为坚实的支撑呀。而在这一点上呀，中国可不是在跟在别人后面去弥补不足、追赶进度哦，而是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正在开创着属于自己的全新发展路径呢。说到这儿呀，可能大家心里就会冒出一个疑问了，那就是中国这高达10万亿度的电呀，到底都是从哪里来的呢？这无疑是大家最为关心的一个问题了呀。毕竟这么庞大的电量，其背后的来源肯定是值得好好探究一番的呀。我们到底是依靠什么样的方式，凭借什么样的力量，才把这个庞大的电力帝国给点亮的呢？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了呀，中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电力之国呢。现在呀，就轮到我们来好好回答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了哦，那就是这所有的电究竟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发出来的呢？其实呀，有很多国外的朋友会认为，中国之所以电力实力这么强大，是因为依靠大量的烧煤来发电呀，觉得就是烧煤的量比别的国家多得多，所以电才够用呢。不过呀，这种看法早就已经是过去式了，已经成为一种陈旧的印象了哦。中国如今的发电结构呀，早就不再是单纯依靠烧煤来撑起整个发电局面了呀。真正让中国能够同时实现电力充沛、环保领先，并且还能够向全球输出电力的秘密所在呀，其实是源于构建了一个堪称能源结构中的六边形战士哦，也就是实现了多种能源之间的协同合作呢。接下来呀，我们就逐个的来拆解、分析一下这其中的每一个板块，好好的看一看它们背后所代表的究竟是怎样的技术能力，以及具备怎样深层次的战略意义呢？首先来说说水电这一块吧，中国的水电呀，那可是地理禀赋与工程奇迹完美结合的典范呢，就像是一种黄金组合一般呀。咱们先来看看一组实打实的数据情况吧。按照装机总量来进行排名的话呀，目前在世界上排名前5的水电站情况如下哦。排名第1的那就是咱们中国的三峡水电站呀，它位于中国的长江干流之上呢。其装机容量达到了2250万千瓦之多，并且啊，在2008年的时候，三峡水电站的全部机组就已经顺利投入运营了呢。排名第2的是白鹤滩水电站呀，它坐落于中国金沙江的干流之上的，装机容量高达1600万千瓦哦。而且在2022年的时候呀，这座水电站的全部机组也都已经成功投运了呢。再看看排名第3的伊泰普水电站吧。它处在巴西和巴拉圭交界的巴拉那河上呢，装机容量是1400万千瓦哦。从1984年开始呀，就分期逐步的投运完毕了呢。还有排名第4的希洛杜水电站呀，同样也是位于中国金沙江的干流之上呢，它的装机容量为1386万千瓦哦。在2014年的时候呀，其全部机组就已经全部投运了呢。最后说说排名第5的贝罗蒙特水电站吧。它位于巴西的新古河，那里呢装机容量是1123.3万千瓦哦。在2019年的时候，这座水电站的全部机组也都已经顺利投运了呢。从这些数据和排名情况不难看出呀，在世界排名前5的水电站当中呀，咱们中国就占据了3座之多呢，这是多么了不起的成绩呀！而且呀，在中国的水电站建设历程当中呀，还有一个更加令人振奋的消息哦。相信大家在前一段时间呀，也都通过新闻报道有所耳闻了呢。没错呀，这个雅鲁藏布江的墨脱水电站呀，就在前几天已经正式开工建设了呢。那它的级别到底有多厉害、多恐怖呢？咱们只需要说一说几个最为核心的关键要点呀，大家就能明白了哦。它的装机容量呀，很有可能会超过6000万千瓦呢。这个数字大概相当于3个三峡水电站的装机容量呀，光是想想就觉得震撼呢。而且呀，它的水头落差超过了2000米呢，这样的落差在全球范围来讲，那都是极为罕见的呀。
它的年发电量呀，或许能够突破3100千瓦时呢。这么多的电量呀，足够供应整个日本1年的用电所需了哦。再看看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呀，它位于地球上海拔最高的青藏高原之上呢，而且就在全球最大的峡谷雅鲁藏布大峡谷那里哦。可想而知呀，它的建设难度那绝对是堪称基建工程界的天花板级别了呀。曾经有一位工程院院士就这样形容过呀。如果能够把雅鲁藏布江下游的水能资源完全开发好的话呀，那中国的能源结构将会再提升一个全新的维度呢，其意义和影响真的是不可估量呀。接着再讲讲光伏这一方面吧。中国的光伏产业呀，可以说是掀起了一场种出来的能源革命呢。你或许都想象不到呀，在如今全球范围内，每年新增的光伏发电装机量当中呀，超过一半的份额都是来自咱们中国呢。中国呀，充分利用那些在别人眼中看起来毫无用处的沙漠、戈壁、滩涂等地呀，大面积的铺设太阳能电池板呢，就这样把原本荒芜的土地啊摇身一变，变成了能够产生能源的能源田呀。这可是国家级能源战略当中非常重要的沙革荒工程了。就比如说呀，像宁夏、中卫、甘肃酒泉、内蒙古鄂尔多斯这些地方呀，在过去啊，那可就是风沙肆虐的不毛之地呢。而如今呢，他们已经不再仅仅是那样的风沙之地了，而是成为了清洁能源生产的前沿阵地了呀。就拿2024年来说吧，中国在这一年全年新增的光伏装机量达到了1.6亿千瓦呢，这个数字可是相当于欧洲一年全部装机量的2倍之多呀，这差距着实是很明显的。而且呀，这些通过光伏发出来的电呀，可不是仅仅就在当地消耗掉喽，而是通过特高压输电通道呀，被输送到了上海、广州、北京等一线城市以及众多的工业基地那里呢，为那里的生产生活提供了充足的电力支持呀。说不定呀，咱们平日里使用的手机、开的电动车、玩的电脑、吹的空调等等，它们背后所使用的电呀，有很多都是来自几千公里之外的沙漠阳光呢。这就是中国独有的空间换能量的智慧所在呀，真的是充满了创造性和前瞻性呢。再来说说风电这一块吧，在中国呀，陆地上的风电资源开发得已经颇具规模了呀。不过呢，海上的风电资源开发也没有落下哦，依旧在蓬勃发展呢。在2023年的时候呀，中国就已经成为了全球海上风电装机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了呢。在江苏、广东、福建、山东等沿海地区啊，一座座海上风电塔就像是一个个挺拔的卫士一般啊，拔地而起呢，那些高达180米的风机啊，稳稳地伫立在近海几十公里的地方呢，远远望去啊，就仿佛是漂浮在海面上的巨型发动机一样呢。不过呀，你知道这些海上风电基础设施建设面临着什么样的艰难挑战吗？那可真是不少呀，比如说台风强度常常会超过12级，这样强大的风力对于风电设施来说是个不小的考验呢。还有海水的侵蚀问题啊，以及基础打桩的深度必须要超过海平面几十米才行呢。但是呀，咱们中国的工程师们凭借着顽强的毅力和高超的技术，不仅克服了这些重重困难，而且呀还把中国先进的风电技术推广到了国外呢。像英国、挪威、阿联酋等国家呀，都引进了咱们中国的风电技术呢。中国的风电技术就这样变成了出口产品，在国际上赢得了良好的口碑呀。而在陆地上呀，中国的西北大地之上呀，早就已经遍布了密密麻麻的风电塔了呢。从内蒙古的广袤草原，一直到新疆的茫茫戈壁呀，放眼望去呀，其实呀，风电革命可不仅仅是风大就能顺利发电这么简单的事儿哦。它还需要整个系统能够承接得住风力发电所产生的电量呀，电网能够把这些电顺利的输送出去呀，同时还要把成本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呢。而咱们中国在这些方面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呀。再来说说核电这一块吧，很多国家呀，一提到核电，心里就充满了恐惧，觉得核电是个很危险的东西呢，总是谈核色变呀。然而在中国呀，大家看待核电的态度却是不一样的哦。我们把核电看作是信任科技的一种体现呀，是利用科技来解决能源问题的有效办法呢。截止到2024年底啊，中国总共拥有核电机组55台呢。这些核电机组每年的发电量超过了4310千瓦时哦，大约占到了全国发电总量的4.3%呢。而且啊，这个占比还在稳步的提升当中哦，发展态势是很不错的呢。更为重要的是呀，中国已经自主掌握了第3代核电技术呢。
比如说华龙1号、国核1号等等这些先进的核电技术呀，这意味着中国在核电领域啊，已经不再依赖美法俄等其他国家了。在福建、广东、海南等地啊，越来越多的核电站正在陆续投入运营或者处于建设当中的。核电有着诸多的优点呀，它不像其他一些发电方式那样依赖天气状况，而且在发电过程中不会排放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能够稳定的输出电量，成本方面也能够控制的比较好呢。更让人兴奋不已的是呀，中国在核聚变这个前沿领域啊，在全球都是处于领先地位的呢。那个被称作人造太阳的核聚变实验装置呀，已经实现了长达1000秒的稳定运行了呢。这可是创造了世界纪录的呀。虽然目前核聚变要实现商业化应用还有一段距离呢，但是呀，就连欧洲的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呀，都得依赖中国制造的零部件和系统呢。由此可见，中国制造的零部件和系统呢，由此可见，中国在核电领域的实力是不容小觑的呀。最后呀，再来说说容易被大家误解的2个角色吧，一个就是煤电，还有一个就是储能呢。先说说煤电呀，其实煤电并没有从中国的能源舞台上消失只不过呢，中国正在加速对煤电进行超低排放改造以及灵活调峰改造呢，目的就是要让煤电变成整个电力系统中的稳压器呀。简单来说呀，就是让煤电在该发挥作用的时候就发挥作用，在需要让位给其他清洁能源的时候呀，就主动让位，不去和风电、光电等清洁能源争抢发电份额，也不给整个电力系统添乱了，这样就能更好的实现多种能源协同配合了呀。再说说储能吧，储能呀，虽然平时不太容易被大家看到，但是它却是支撑着整个电力系统稳定运行的幕后英雄呢。像抽水蓄能电站呀，还有电化学电池、飞入氢能储备等等，这些不同的储能方式呀，都在同步的发展当中呢。可以说呀，未来的能源系统呀，可不能仅仅依靠传统的发电机了而是要依靠一个超级庞大的电池网络来实现能源的存储和合理调配呢。中国呀，正在把储能这件事当做一场国家级的科研攻坚项目来对待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去进行研发和探索就是为了让整个电力系统能够更加稳定高效的运行呀。所以呀，你看咱们中国的电力体系呀，它可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大功率插座呀，它其实是一个超级复杂、超级庞大的系统呢。它在运行过程中呀，不仅仅要考虑如何去发电的问题还要综合考虑诸如气候因素、安全保障、运行稳定、成本控制、生态环境、外交影响、碳排放、地缘分布等等诸多方面的因素呢。只有中国呀，能够在这么多复杂的变量之间呀，构建出一个真正能够长期稳定运行、各个环节都能顺利打通的闭环系统呢。这可不是靠着运气就能做到的呀，这靠的是整个体系强大的综合能力呢。那接下来又会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呢？咱们可别忘了呀，电力的作用可不仅仅局限于用来点灯照明、给电器充电或者开动机器这些常规用途电力其实有着更为深远、更为重大的意义呢。它甚至能够改变一个国家整体的发展方向呢。前面我们已经详细介绍了中国电力系统的5大核心力量呀，也就是水电、光伏、风电、核电以及煤电和储能这几个方面呀，它们就像是5根坚实的支柱一样呀，共同支撑起了这个庞大国家的正常运行呢。不过呀，你有没有静下心来仔细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呢？那就是中国为什么要竭尽全力把电力发展到如今这样的程度呢？咱们不妨用一个通俗易懂的比喻来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吧。别的国家搞电力建设呀，感觉就像是在单纯的拉电线一样，只是为了满足最基本的用电需求而已而中国搞电力建设呀，那可就相当于在重新构建整个文明的运行系统的，听起来是不是感觉有点玄乎呀？别着急啊，咱们接着往下好好聊聊这个事儿。首先来说说第一点吧，电力的背后呀，其实蕴含着中国式的发展哲学呢。回顾改革开放这40多年的历程呀，中国始终秉持着这样一个核心的理念，那就是要用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呀，把现代化发展的基础地盘给牢牢的铺好呢。从高铁、公路、港口这些基础设施，再到如今的能源系统呀，其实它们核心的逻辑都是一样的呀，那就是要先把基础工作做扎实、做稳固了，然后再去谈后续的发展问题在中国呀，
电力可不单单只是一种普通的市场商品呀，我们更多的是把它当作一种国家能力来看待呢，是一种保障国家稳定发展的战略资源呀。就比如说遇到地震这样的自然灾害了呀，灾区能够迅速的恢复供电，让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哦。工业在进行转型升级的时候呀，那些新能源车厂、芯片厂等等，也完全不用担心会出现断电的情况，能够安心的进行生产和研发呢。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也不用再忧心忡忡的害怕夏天限电、冬天跳闸这些烦心事了呀。再举个例子吧，就拿2021年来说呀，当时欧洲面临着电价飞涨、天然气短缺等一系列能源危机呢，很多国家的老百姓在冬天连取暖都成了大难题呀，生活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哦。而在同一时间呢，咱们中国南方地区呀，正通过西电东送这样的伟大工程呀，利用金沙江上的水电资源呀，源源不断的给珠三角地区的空调输送电力呢，让那里的人们能够在炎炎夏日里清凉舒适的度过。这可不仅仅是技术层面上的胜利呀。当一个国家把电力当作国家治理体系当中的一部分，而不是仅仅着眼于企业盈利的时候呀，所能做到的事情那可就完全不一样了呀，带来的影响也是十分深远的呀。接着再说说第二点吧，中国向外界输出的呀，可不仅仅只是电力这么简单哦，更是一种具有借鉴意义的发展模式呢。可能很多人都还不太清楚呀，其实呀，中国早就已经开始把这种国家级的电力体系向其他国家进行输出了呢。特别是在“一带一路”沿线的众多国家呀，中国正在那里建设着数百个电站、增电站以及输电线路等相关项目呢。或许有不少人会觉得呀，中国做这些项目无非就是为了赚钱接订单而已呀。但是呀，如果你仔细去深入了解一下，就会发现呀，中国建设的这些海外电站呀，很多都实实在在的改变了当地国家的发展命运呢。就比如说老挝这个国家吧，以前呀，它就是一个地处山地的小国家，在能源方面非常匮乏，全国有一半的地区都没有接入电网呢，老百姓的生活和当地的经济发展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呀。可是呢，在中国援建了南瓯江水电站，并且帮助他们建立了国家电网统一调度系统之后呀，情况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老挝不但彻底解决了自身长期存在的缺电问题啊，而且呀，还能够把多余的电力卖给泰国、越南等周边国家呢。就这样，老挝从一个原本被动用电的国家，摇身一变变成了东南亚地区的一个能源输出国了呀。国家的战略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这可不单单是技术层面带来的改变哦，更是整个国家在发展道路上的一次重大跃迁呢。再看看埃塞俄比亚吧，它位于非洲之角，被称作是非洲之角的工业引擎呢，在中国企业帮助建成了吉布山奇、阿达玛风电站等项目之后呀，埃塞俄比亚就吸引了大量的服装建材、电子等轻工业企业前来投资建厂了，逐步打造出了非洲第一个工业走廊哦。当地的经济发展变得越来越稳定了呀，而只有经济稳定了，工业发展才能够成为可能呀。工业真正落地生根了，整个国家的发展才有了坚实的基础呀。还有像巴基斯坦、柬埔寨、苏丹、安哥拉等等这些国家呀，你仔细去观察就会发现呀，电力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可太大了呀。它就像是一条无形的纽带一样呀，紧密的连接着中国与这些国家的人民呢。它不像普通的商品，买了之后就结束了联系哦，也不是那种短期的政绩工程，而是当地人民每天、每年都实实在在的在使用、在依赖的重要东西呀。电力的发展呀，带动了当地的就业，拉动了基础设施建设，让整个社会变得更加稳定，老百姓的民生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呢。所以呀，这可不是简单的修建几座电站那么简单的事哦，这其实是在重新塑造这些国家未来的发展路径的。你看呀，中国不仅仅是在国内点亮了一座座城市，让国内的老百姓过上了便捷舒适的生活呀，而且还在全球范围内输出着能量秩序呢。如果说以前美国主要是向世界输出美元，发挥着美元在国际经济中的影响力呀，那么现在呀，中国正在向世界输出的就是电力标准了。这背后体现的可不仅仅是强大的工程能力呀，而再把目光放得长远一点来看呀，你有没有察觉到这样一个趋势呢？那就是未来所有的重要产业，那可都是绕不开电力的呀。
就比如说人工智能领域吧，训练那些大型的人工智能模型呀，动不动就得消耗数百万千瓦时的电量呢，这电量的消耗可真是个不小的数字呀。还有自动驾驶技术呀，大量的传感器、云计算、边缘处理等等这些环节呀，全都要依靠电力来提供支撑呢。要是没有稳定的电力供应呀，那这些技术可都没办法正常运行了哦。再看看智慧城市的建设吧，从街边的路灯、交通信号灯，再到整个城市的交通调度、应急联动等等各个方面呀，无一不需要电力来保障呢。高端制造领域的晶圆厂、芯片厂这些呀，对于电力供应的稳定性要求那更是极高的呀。哪怕是出现一点点电力波动，都可能会对生产造成严重的影响呢。还有电动车革命也是一样呀，整个国家的电网能不能支撑得起全国上百万辆电动车同时充电？这个庞大的需求呀，那可是关乎普及的底层关键因素呢。所以呀，一句话总结就是，未来的社会那必定是一个高度依赖电力的社会呀。要是没有强大的电力保障呀，那未来的科技发展也就无从谈起了呀。而中国呢，已经通过长达20年的精心布局呀，在这场关乎未来发展的底层算力之争中呀，占据了先手优势呢。这不仅是在为中国自身未来的长远发展筑牢根基呀，同时也是在为世界的和平发展以及世界能源的稳定供应做出重要的贡献呢。你可能心里会有疑问呀，为什么中国能够做到这些，而别的国家却做不到呢？其实呀，这背后是有着诸多因素在起作用的呀。咱们可以简单总结归纳一下以下几点哦。首先就是国家长期的战略规划呀。你在中国看到的那些大型电站、特高压、输电线路、沙漠光伏基地等等这些规模宏大的能源项目呀，他们可不是临时起意、随便建设的哦，而是早在国家的5年规划长期发展纲要当中呀，就已经提前谋划布局好了呢。比如说西电东送战略呀，早在2000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实施了。还有特高压技术呀，经过了长达10年的持续投入和研发呀，最终才成为了全球唯一实现商用的技术呢。国家所倡导的能源革命呀，早就已经不仅仅是一句空洞的口号了呀，而是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涵盖了政策支持、资金投入、市场引导以及科研攻关等多个方面呢。正是因为有了这样合理且长远的规划呀，中国的长期战略才能够在几年、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得以顺利的继承和延续下去呢。反观一下西方国家的情况呀，在那些西方国家当中呢，大部分都十分强调个人主义，将个人的利益、个人所取得的政绩看得格外重要呀，常常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那就是下一届政府上台之后呀，总是会对前一届政府所做出的决策、推行的举措等进行批判呢。而且呀，众多的决策制定过程往往都是被资本利益所左右、所驱动的哦。在这样一种复杂又特殊的大环境之下呀，要是想顺利的去完成那些需要长时间投入大量资金的工程，并且这些工程还存在着回报周期特别长这样的特点呀，那真的是难到了极致呀，几乎是很难真正去把它们变为现实的呢。接着再来说说咱们中国这边的情况呀，中国所具备的强大工程能力以及高效的制度执行力啊，那可是有着非常明显的体现呢。就拿建设一座水电站来说吧，在中国呀，从最开始的项目立项，历经一系列的筹备、建设等环节，一直到最终实现投产运营呀，整个过程所花费的时间呀，有可能仅仅只需要5到8年这么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长就可以完成了。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呀，在美国要是想审批一条输电线路的话呀，那可就麻烦多了呢。这个审批流程呀，很有可能会拖延长达10年之久呢。你看看这两者之间的差距可不是一星半点呀，简直是天壤之别呢。在中国呀，我们有着独特的优势，那就是能够实现统一的调度安排，把力量集中起来进行建设，并且还可以顺利的开展全国联网的相关工作呢。这样的体制优势呀，对于像大型能源基础设施这类项目的建设而言呀，那所起到的作用可太关键了呀。它实实在在就是保障这些项目能够在建设过程中顺利的向前推进，并且高效的完成建设任务的最为核心的关键所在呀。要是没有这样的体制优势呀，很多事情开展起来可就没那么容易了。最后呀，咱们再来谈谈地理资源和技术积累这2个重要的方面哦。
中国的地域那是相当辽阔呀，从东边到西边，从南边到北边呀，各个地区的气候条件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异呢。这种差异呀，看似是一种复杂的情况，但实际上却为中国带来了得天独厚的优势呀。正因为有这样的差异，才使得中国有条件去构建起一种非常完善的能源结构呀。在这个能源结构当中呀，像风能、光能、水能等多种不同类型的能源呀，它们之间可以相互补充、相互配合呢，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哦。而且呀，中国经过了长达几十年的不断发展历程呀，在这个过程中积累了十分丰富的工程技术方面的经验呢。不管是在成套的设备制造这个环节呀，还是在具体的施工操作等方面呀，都已经积攒了成熟的经验，并且有着充足的技术储备呀，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优势所在呢。也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优势呀，中国的电力技术呀，不仅仅能够很好的满足国内自身在发展过程中对于电力的各种需求呀，而且还具备了向国外输出技术标准的能力呢。在国际的舞台上呀，展现出了非常强劲的竞争力啊，让其他国家都对中国的电力技术刮目相看呢。说到这儿呀，我们真的可以特别自豪地讲呀，中国被称作电力之国这样一个称号呀，它所代表的意义那可太深远了呀，可不单单只是在能源领域取得了一场胜利这么简单哦，它更是一种现代文明运行的全新模式、全新范式呀。它通过实实在在的行动向我们传递着这样一些深刻的道理呢。那就是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呀，如果想要变得强大起来呀，首要的一点就是必须得保障能源供应的稳定性呀。只有能源供应稳定了，老百姓们才都能够顺利用上电呀。要是能源供应总是出问题，那国家的发展肯定会受到诸多阻碍的呀。同样的道理呀，人民要是想过上富裕的生活呀，充足的电力供应那是必不可少的呀。毕竟在现代社会当中呀，各行各业的发展都离不开电呀。电力不足的话，很多产业都没办法良好运转，人民的收入等各方面也都会受到影响呢。还有呀，技术要是想不断地朝着前方迈进，不断地取得新的突破、新的发展呀，稳定的供电那就是一个绝对不能缺少的前提条件呀。就拿那些高科技的研发、高端制造业等来说吧，一旦电力供应不稳定，那所有的工作都可能得停滞下来呢。另外呀，从整个世界的角度来看呀，要是想实现和谐发展的美好愿景呀，各个国家之间在能源方面呀，就得做到相互连通、相互支持才行呢。只有这样呀，才能形成一个良好的能源合作格局，共同推动世界的发展进步呀。咱们再把目光放长远一些，展望一下未来的20年呀。这未来的20年呀，那可是新能源重构世界秩序的至关重要的年代呢。在这个阶段当中呀，谁要是能够稳稳的、牢牢地掌握住电力体系的话语权呀，谁就能够在未来的世界格局当中占据主动的地位啊，就能够在众多的国际事务、国际竞争当中更有优势呢。而咱们中国呀，已经提前一步迈进了这场关乎文明发展级别的重大竞赛当中了呀，并且呀，在这个过程中已经充分地展现出了自身强大的实力以及独特的优势呢，这让我们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了信心呀。最后呀，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一下哦，一定要牢牢记住我们在开头所说的那句话呀。所有正在观看这个视频的朋友们呀，请你们一定要用心地记住当下这个意义非凡的时刻呀。中国呀，正在亲眼见证一段在能源发展历史上从来都没有出现过的奇迹呢。中国正在一步步地成为全世界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电力之国呀，这可不是发展的终点呀，而恰恰是一个全新的、充满无限可能的开始呢。要是你现在再回过头去，认认真真地重新审视“电力之国”这4个字呀，相信你心里一定会涌起一种全新的、更加深刻的感悟和理解了呀。它可不单单只是象征着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那些成就呀，它更是蕴含着诸多丰富的内涵的。这里面包含着先进的技术，体现着我们大国的责任担当，彰显着国际间合作的重要意义，还寄托着我们对于未来的美好憧憬以及无限的可能性呀。咱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呀，其实并不一定非要被哪一个国家去主导去掌控呀，但是呀，却可以通过各个国家的共同努力，通过合理利用能源，发挥能源的作用，被大家用光明去点亮呀，让整个世界都充满生机与希望呢。要是你觉得今天这期内容挺不错的呀，那可别忘了点赞订阅哦。
同时呀，也特别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畅所欲言，把你们心里的想法、看法都分享出来呀。我会继续带着大家去探寻更多有价值、更精彩的内容呢。咱们下期再见啦。